講到賭王，大家第一時間諗起嘅實係澳門賭王何鴻燊，或者賭神入面嘅周潤發吖嘛。但我哋今日要講嘅可唔係電影角色嚟嘅，而係一位真實存在過嘅亞洲賭王姚建雲。佢曾經一晚贏過550萬，由一無所有嘅工地混子搖身一變成為身家千萬嘅賭壇神話。但呢個神話冇維持幾耐嘅，佢因為出千被斬斷雙腳同3隻手指，最後55歲嗰年喺一間爛到漏風嘅出租屋入面孤零零咁死咗落。江西撫州一條窄巷盡頭，一棟舊樓嘅3樓，間房200尺，牆灰剝落，窗嘅玻璃裂咗一條罅，用膠紙黐住。房入面冇冷氣嘅，得一把生鏽嘅風扇，轉下停下，發出吱吱聲。呢度住咗一個55歲嘅男人，佢冇屋企人，冇資產，冇積蓄。佢身邊最值錢嘅嘢可能係床頭嗰副啤牌啦，但係嗰副牌已經鋪滿塵，牌角都曲晒。佢個名叫姚建雲。呢個名30年前喺地下賭場圈子入面可以令對面嘅賭客手心出汗嘅。佢試過一晚贏600萬，試過4日4夜贏80萬，試過用麻布袋裝錢返屋企堆到成座山咁高。佢試過娶大學畢業生做老婆，住別墅，揸靚車，出入有保鏢跟住。佢嘅手曾經快過任何一雙肉眼，快過任何一部相機嘅快門嘅。而家佢冇咗雙腳，由膝蓋以下齊齊切走，冇咗左手3隻手指，食指、中指、無名指。佢移動靠雙手撐住身體，喺地面拖行，褲腳拖到又爛又污糟。佢食飯靠緊成嘅2隻手指夾住筷子，每餐食足1個鐘，因為手指無力，夾親跌親。2018年某一個下晝，佢因為舌癌喺呢間出租屋入面過身，冇人送終，冇人收屍，得幾個舊街坊夾錢幫佢辦咗個最簡單嘅身後事，買咗副最平嘅棺木，喺火葬場燒咗，骨灰存喺一個最平嘅龕位，每個月管理費50蚊，由街坊輪流俾。佢臨終前同唯一一個仲有聯絡嘅朋友講咗一句說話：我一生人做錯咗一件事，我以為自己玩緊個遊戲，其實個遊戲玩緊我。呢句說話係佢用2條腿、3隻手指同半世人嘅自由換翻嚟嘅領悟。佢講呢句說話嗰陣，眼神好平靜，平靜到有啲空洞，好似已經睇透晒成世人嘅得失。1963年，姚建雲出世喺江西撫州一個唔受食唔受着嘅家庭，阿爸做小生意，阿媽持家，但佢自細就由外婆湊大。外婆寵孫寵到出晒面，要乜俾乜，做錯事有人孭，打爛嘢有人執手尾，逃學有人幫佢瞞。呢種環境培育出嚟嘅唔係感恩，係驕縱，係一種全世界都圍住我轉嘅錯覺嚟。佢天資聰明，記性特別好，老師上堂講嘅嘢聽一次就記得，但佢完全唔中意讀書嘅，覺得坐喺課室太悶，變住法仔逃學、打交、偷同學鉛筆，喺黑板上面畫公仔。老師見佢就頭痛，前前後後轉咗4次學，結果小學都未畢業。村入面啲大人話佢係壞人王，貓見貓走，狗見狗避。細路見佢就掉頭走。14、15歲，叛逆期到咗，佢更加我行我素，冇人管得住。阿爸阿媽絞盡腦汁，終於諗到一個辦法，送佢去地盤做散工。佢哋覺得出下力、捱下苦、流下汗，個人就會定性啲。結果呢，地盤上面嘅苦冇令佢定性，反而令佢學識咗一樣新嘢——賭。工友放工之後聚埋打牌，賭注唔大，1分2分，最多1毫子。佢初頭企喺側邊睇下心郁郁就坐低玩，一玩就上癮噶啦。佢嗰陣每個月工資15蚊，夠食飯但唔夠使。輸晒之後佢問屋企攞錢，話伙食費，轉頭又輸。賭咗2年，佢幾乎冇贏過，累計輸咗超過200蚊，等於佢1年幾嘅人工。但佢冇停手㗎，佢話我唔忿氣啊嘛，明明差少少就贏，點解次次都係我輸？呢句說話係賭徒嘅標準對白嚟，輸得越多就越唔忿氣，越唔忿氣就越想追，追唔到就再追。呢個就係成癮嘅起點啦。為咗翻本，佢開始偷地盤嘅鐵製品、銅製品、釘子、螺絲、鐵線、水喉通，見乜攞乜，賣俾收買佬。呢啲嘢喺地盤係有用嘅材料，賣出去只值幾毫子，但係佢已經顧唔到咁多啦。佢個腦入面得一個諗法，有錢就可以翻本。佢偷咗半年，累計賣咗大約50蚊，全部倒咗入賭台。好快，警察就盯上咗佢，偷竊拘留15日。佢坐喺派出所入面，覺得人生就咁玩完。
但偏偏係呢個時候，一個獄友改變咗佢。嗰個老人聽完佢嘅故事之後話：細路，你唔好再賭啦，賭博入面有價有詐㗎。姚建雲起初唔信，但係老人日日喺佢耳邊講，佢開始懷疑原來輸錢唔一定係運氣差，可能係人哋出千。呢個認知改變咗佢一生，由我運氣唔好變成有人出千呃我。佢嘅憤怒由命運轉向咗人。出獄之後，姚建雲開始四圍打聽賭博高人，佢想知清楚賭博嘅輸贏到底係天定定係人定。佢用咗1年多，行過廣西、海南、貴州、湖南，搭火車坐硬座，瞓車站，食饅頭充飢，但冇人肯教佢嘅，因為呢啲嘢從來唔外傳。直到有一次佢聽朋友講，文港鎮有一個特會玩牌嘅師傅，佢斷定呢個就係佢要揾嘅人。但拜師要見面禮喎，佢當時輸到兩袖清風，褲袋得返幾毫子，唯有厚住面皮求家姐。家姐唔肯，佢就話：你唔俾錢我死咗算。最後佢攞到家姐接近半年嘅人工150蚊，1984年嘅150蚊，等於家姐做咗5個月零20日嘅辛苦錢嘅。佢用呢筆錢買咗活雞、豬肉、香煙、米粉、麵條，整咗滿滿一板車，聲勢浩大地送到師傅面前。老師傅望都唔望一眼，淡淡話：你攞走。姚建雲冇退縮，企喺門口死纏爛打，由朝早企到夜晚，由夜晚企到第二朝。老師傅終於俾佢磨到冇辦法，拎出啤牌向佢展示咗3招：手心藏牌、籌戰、空牌。3招耍出嚟同變魔術一樣，想要乜牌有乜牌，快過肉眼嘅反應時間，0.2秒之內完成換牌嘅。姚建雲睇到目瞪口呆，當場就要拜師。老師傅嚴詞拒絕，送咗佢8個字：江湖險惡，好自為之。然後關門，再冇開過。但姚建雲冇放棄，返到屋企之後，佢憑記憶硬係要將嗰3招複製出嚟，日練夜練，練到手指頭甩皮，練到半夜3更，對住塊鏡練，對住個蠟燭練，練到手指嘅肌肉記住晒每一個動作。3個月之後，終於摸到門路。佢話：我要用呢3招本事，將我所有失去嘅都打返嚟。佢第一個目標就係贏走佢身家嘅工友。佢一邊同工友玩，一邊試招。1個鐘之內由1分2分開始，贏咗30幾蚊。呢個係佢平時2個月嘅人工㗎。首戰告捷，佢成個人升華晒，覺得世界就喺佢手上面。之後佢越練越精，越賭越大，出入各種地下賭場，見識嘅賭徒由工友變成富商權貴。1987年佢24歲，同幾個做水產生意的老闆賭，4日4夜贏咗百幾十萬。嗰個年代一疊一疊仲係1元、5元、10元嘅紙幣，80萬堆喺屋企，好似一座小山。佢坐喺錢堆旁邊自言自語：呢一世都用唔晒咁多錢啦。但係佢冇停手，佢設計咗一種背部藏有密碼嘅啤牌，叫紙牌廠做10萬副，賣晒俾入貨商人。成條街嘅牌都換晒佢嘅設計，佢只要睇背面花紋就知牌面點數，紅心、方塊、梅花、黑桃全部有暗號。從此佢唔使再用複雜嘅藏牌手法，淨係坐喺度睇就已經贏晒。呢個手法令佢嘅贏率由6成升到接近100%。1988年，姚建雲已經成為賭壇高手，圈內人叫佢亞洲賭王，南昌本地人叫佢夏媽頭，即係專門食賭博呢碗飯嘅人。佢開地下賭場，專攻江浙一帶嘅富商，將佢哋耍到團團轉，金錢好似無源之水咁流向佢。佢嘅身家由幾十萬滾到幾百萬，再滾到過千萬。山珍海味、高級奢侈品成咗家常便飯。佢着嘅西裝一件幾千蚊，等於普通人1年人工。佢身邊保鏢成群，出門前呼後擁，保鏢月薪500蚊，請咗8個。佢住別墅1000尺，有花園有泳池。佢揸靚車，一架平治，一架寶馬，換住開。佢食飯去最貴嘅酒樓，一餐食500蚊，等於工友1年嘅伙食費。1993年佢30歲，娶咗一個20歲嘅老婆，生咗一個女。佢嘅人生表面睇係一部由地盤雲子到富豪嘅發跡史，但呢部發跡史嘅背後係無數個被佢贏到破產嘅家庭。有人賣樓還債，有人走佬，有人自殺。佢冇諗過一個基本問題：當你嘅價值完全取決於你仲好唔好用嗰陣，一旦唔好用，你會點？佢亦唔記得師傅當年嗰8個字：江湖險惡，好自為之。
佢以為呢8個字係講俾輸家聽嘅，同佢呢個贏家無關。佢覺得師傅年紀大膽小，自己後生有膽有識，一定可以行得更遠。但係佢錯得好緊要㗎，因為賭場呢個世界從來冇人永遠企喺贏嗰邊，你贏嘅每一分錢都係另一個人嘅血汗，你風光嘅每一日都有人喺暗處記住你。1993年，有人出價500萬，請佢上一艘公海嘅船賭一局。500萬嗰個年代等於1萬人一年嘅人工，等於喺南昌買50間屋嘅。佢老婆極力勸咗，話唔好去，我個心好唔安樂。但500萬嘅誘惑太大，大到佢聽唔入任何說話。佢召集幾名手下，帶住100多萬賭資，欣然赴約。船上賭廳燈光昏暗，窗簾拉晒，空氣入面有煙味同酒味。對手坐喺對面，着西裝但冇打呔，神情冷靜到有啲唔正常。頭一晚佢覺得唔對路，換個房間之後贏翻90萬，但佢唔知對手從來唔係嚟賭錢㗎，係嚟揾證據嘅。佢哋要嘅係一個出千嘅理由，一個可以名正言順動手嘅借口。第二日佢準備出千嗰陣，有人突然大嗌一聲，幾個大漢衝入嚟將佢按低，面朝下壓喺牌桌上面。佢一名手下被對方收買咗，出賣咗佢嘅手法。對方從佢身上搜出被換掉嘅牌，鐵證如山，冇天降救星，賭王名頭，千萬身家都救唔到佢。佢聽到有人講斬，佢再醒翻嗰陣已經瞓喺一間診所入面，床單染滿血，對腳冇咗，由膝蓋齊齊切走，斷口用紗布包住，滲住血水，左手3隻手指冇咗，剩低尾指同拇指。佢嗌但冇人理。佢喊但冇人睇，佢問我以後點算？醫生望都冇望佢一眼。呢個就係江湖對佢嘅清算，唔係法律，唔係正義，係赤裸裸嘅暴力。佢用15年贏翻嚟嘅一切，喺幾分鐘之內全部歸零。翻到南昌，佢同人講遇到車禍，但佢瞞得幾耐啊？一個冇腳嘅人點樣再上賭台？點樣再行出街？佢嘅馬仔散晒，8個保鏢走成一個，生意夥伴疏遠，以前稱兄道弟嘅人，而家電話都唔聽，以前輸俾佢嘅人開始上門要挾，叫佢還錢，否則插埋你剩低嗰2隻手指。佢老婆由照顧變沉默，由沉默變冷淡。佢坐喺客廳，佢老婆坐喺房，中間隔住一道門，好似隔住成個世界。1994年，老婆帶住個女離開，佢記得嗰日，老婆企喺門口，手上揸住個篋，話我仁至義盡，然後關門，腳步聲越行越遠，最後消失喺樓梯轉角。佢個女5歲，臨走嗰陣回頭望咗佢一眼，嗰個眼神佢記到死嗰日。佢阿爸喺嗰段期間過身，佢連最後一面都見唔到，因為冇錢買車票返鄉下。佢想死，跳樓，但佢冇腳，爬唔到上窗台割腕，但佢剩低2隻手指，揸刀都揸唔穩，絕食。大街坊日日送飯嚟逼佢食，佢坐喺房入面望住窗外面，諗我連死都死唔去。呢個就係佢人生最低嘅點。一個曾經一晚贏600萬嘅人，連自殺嘅能力都冇。佢消失咗5年，5年入面佢去過好多地方，做過低賤嘅工，睇更、掃街、派傳單，瞓過天橋底，同乞兒爭位，乞過食，試過3日冇飯落肚，要喺垃圾桶搵嘢食。佢後嚟話我想死，但死唔去就要活下去。呢句說話佢講得好平靜，但係聽嘅人覺得心寒。2000年前後，佢認識咗一個流浪藝人萬偉，兩人夾份喺街頭賣唱。佢坐喺輪椅上，萬偉彈吉他，佢唱歌，唱完就同路人講自己嘅故事。最初冇人信嘅，但係佢掀起褲腳露出斷肢，所有人靜晒。後來佢聯絡到幾個殘疾藝人，組成愛我中華歌舞團，佢做團長。歌舞團人氣高，試過一場表演有500個觀眾，但主力俾人挖走，團隊散咗。就喺佢又陷入迷惘嗰陣，佢聽到一個消息，一個女人因為老公賭錢欠債，一走了之，飲農藥自殺。個女人30幾歲，留低2個細路。佢坐喺輪椅上面，望住自己冇咗嘅腳，諗咗好耐。佢諗起自己嘅女，諗起自己嘅前妻，諗起師傅當年嗰句好自為之。之後佢做咗個決定，用自己嘅殘軀去勸人戒賭。佢開始全國巡迴，去到邊度都上台表演撲克魔術，然後話俾觀眾聽，呢啲手法就係當年我用嚟呃人錢嘅嘢。我因為呢啲手法冇咗對腳。
佢用自己嘅身體做教材，冇腳冇手指，冇家庭冇錢。佢喺台上由最初得10幾個觀眾，慢慢變成幾十幾百。有觀眾問佢：你後唔後悔？佢話後悔，但我後悔嘅唔係輸，係我以為自己永遠會贏。呢句說話後來成為佢最多人引用嘅一句。佢喺電視台接受訪問，喺學校同學生演講，喺戒毒所同戒賭者傾偈。有人寫信俾佢話：多謝你，我本來諗住借高利貸翻本，聽完你講之後，我收咗手。佢喺台上表演嗰陣，台下經常有人混入嚟，有人威脅佢：你再講我整死你。有人出錢收買佢，你收聲，我俾50萬。佢全部拒絕。佢話：當我經歷咗職業賭徒必經嘅生死之路後，我覺得勸人戒賭呢條路係我最應該行嘅。佢由1993年公海出事到2018年過身，勸人戒賭勸足25年，見過無數人，講過無數場。2018年姚堅雲過身，佢走嗰陣得幾個舊街坊送佢最後一程。佢曾經擁有過豪宅、名車、家庭、明星。佢走嗰陣得返一副殘軀同一條命。佢嘅骨灰龕位每月管理費50蚊，由街坊輪流俾。龕位上面冇相，得一個名同2行字：勸人戒賭，以身為鑑。佢嘅故事有一個諷刺嘅對比：澳門何鴻燊手握無數賭場，但佢本人幾乎唔賭嘅，仲勸人多讀書，唔好賭。最了解賭場嘅人往往係最唔賭嗰個，因為佢清楚賭場嘅規則係設計嚟賺錢嘅，唔係設計嚟俾人贏錢嘅。姚堅雲錯嘅係佢相信自己可以玩贏呢個遊戲，佢以為自己係玩家，其實由頭到尾佢只係一件零件。零件好用嗰陣有人供住，唔好用就丟棄。佢最尾嗰間破爛出租屋，同當年公海上嗰條豪華賭船構成同一個人命運嘅兩端，連接呢兩端嘅唔係運氣，係規則。嗰套佢以為玩得好熟，但從冇真正睇透過嘅規則。佢用半生反賭嘅姿態，向世人傳達一個最樸素嘅道理：你以為你喺度賭輸贏，其實你賭嘅係自己往後嘅一生。而呢個道理佢明白得太遲，付出得太重。賭台上面從來冇贏家，只有仲未輸清嘅人同已經輸清嘅人。姚堅雲由輸清嗰日到過身嗰日，用咗25年去講呢句說話。佢講俾所有人聽，但最應該聽到嘅係25年前嗰個坐喺錢堆旁邊，以為一世都用唔晒嘅自己。尼采講過，當你凝視深淵嘅時候，深淵亦喺度凝視緊你。人生從來都冇捷徑㗎，急功近利往往唔會成功。就算僥倖有啲收穫，都終有一日會變成可怕嘅反噬，將你連人帶骨一夜吞噬。姚堅雲用佢對腳、佢嘅手指同埋佢嘅命證明咗呢一點。把握好人生嘅方向，實實在在行好每一步，先至係掌握自己命運嘅王道呀。小賭不怡情，沉迷生慘案，唔賭先正係真嘅贏。歡迎關注戒賭公益頻道，益點點。我哋希望用賭博嘅個案警醒嗰啲正在參賭、立志戒賭或已成功戒賭嘅人。賭場冇朋友，淨係得輸家；賭海無邊，回頭是岸。